你像我女朋友，输赢啦，我比我较牛啊，输赢啊！订高机啊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伫结婚之前，敢有牵男朋友分手过的经验？敢有？其实我是一个对迄爱情足专一的、足专心的，是。的一个人。听你的马步。我若认定一个人了后呢，我就专心专意甲伊做伙。所以这个你即摆红晒，对，就是你第初恋。对。哎呦，真无简单呢！我感觉这是。你还未决定进前，目睭就爱标金，爱开始看。啊，若一旦经到这个，一世人认定。是哦。绝对无轻易来变心。是哦。啊，你红晒嘛爱安尼开？当然啦，这点你就甲我袂比哩啊。哦，你是咧讲我靠细哟。你吼啊，换这个伴侣，那咧换食饭哩。哦，跟你食饭三顿换一个就对啦，一顿换一个啦。足够的呢。哎呀，我都有这个能力，会当去交着这么多啊。这是一个能力，我真正会吼。因为你有法度，一个结束，马上搁接一个，结束搁接一个。我嘛一个嘛是几六档的呢。哦，是哦。我无讲一天两三天几个月就换一个。哦，不过我讲实在，这是你个性，互人真欣赏的所在。是啊。哦，因为失恋，你真的要安搭家己，啊，真紧就度过迄个失恋期。是啊，正常来讲啊，我可能一礼拜就好啊。哦。我甲你讲一句真心话吼，我若是你的爱人啊，我会感觉足失志的。为什么？我的男朋友甲我分手，竟然一礼拜就好啊！啊，我就欢欢喜喜跟朋友出去食饭啊。我就怀疑当初甲伊交往的时候，伊是不是真心的？无啦，这有的人调解家己失恋的能力。啊，你嘛调解了伤紧啊！一礼拜足正常啊。我做一礼拜拄啊好，我真正感觉拄。要毋过吼，有的人看我无共，我是较乐观一点。你伤过凉凉啊？我希望伤过头啊！一礼拜。好，咱先来讲吼，咱最近吼，伫 Google Map 上面 ，Google Map 顶管吼，伊迄有景点的评论对吧？评论，啊，有的人吼，就因为伊讲女朋友、男朋友交往10档以上，结果女朋友、男朋友因为一件代志无代无志，甲伊分手。伊有去无得透，是，所以伊就去 Google Map 顶管嘿评论啊去。伊跟精灵去过任何一个所在，伊就开始写，讲我带精灵去过，我就希望发生什么代志，有精灵安怎死去，安怎开始纠缠伊的精灵男朋友、女朋友。这嘛就做结的吼，你甲大家分享一下，伊拢安怎写？是。啊，有人也是不是嘛？感觉就趣味。咱即摆来念几个啊，大家听对嘛，趣味啊啦吼。第一个伫后山主人中心，伊就讲吼，我带精灵去过啦。真正的来过。嘿，真希望有一只钓到的羊仔吼，冲出来甲弄落去山骹。这啦，无紧，伊咧写的同时，可能嘛咧消透家己的情绪啦。是。啊，无伊对无？满腹的郁就无得透啊。嘿，唔定一个哦，规啊百个，上百个评论拢是咧纠缠伊的精灵。哦。嘿，搁另外一个哦，台北艋舺区的华江高级中学。华江高中。是。伊就讲吼。我去接送过精灵下课，真希望吼，伊行出校门的时阵吼，迄消防车挡啊无也好，拄啊甲弄死。拍无好，车出来都要弄。哦，这万分足深的呢。足深的。咱一般的人看吼，会感觉伊万分深，爱嘛感觉足好笑。对啦。啊，搁另外一个哦，北上围妈祖庙。龙里门啦，这是龙里门的天后宫。伊就伫遐讲吼，这个所在我无带精灵去过。这个无带，这个毋捌来的就对啦。也毋过我真后悔无带精灵去，啊无妈祖就毋免出门，得咱甲这个精神甲收起来。哦，你知道无？在要来讲遮好。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，应该是讲消透伊的内心的怨气。是啊。啊，无一寡人无得消透吼，
会去共做伤害的人的代志，伤害对方嘛，伤害家己。啊，这是真纯粹讲吼，伫迄 Google Map 用字啊，用写字，嘿，写字，来消透家己内心的迄种郁卒、万分，还好啦。是啦，算算的，我感觉无要紧。当做讲吼，唔通真正去做啦，因为这是犯罪啦。啊，这无啦，这无法度做啦。系啊，这有啦，对无？妈祖，我意思是讲妈祖婆免来甲收，对无？也毋过吼，咱真少看。真少看，真少看在评论吼，评论看了，我感觉吼，就像咱8点档本土剧、连续剧的对话，就呛的对啦。今摆8点档都用呛啊，咱今仔日一开始就做呛啊，有无？哦，你要呛啥？老满开，这老满开就起来啊！你看，我即摆毋是要丑化台语，也毋过吼，有当时啊，我咧讲台语的时阵，看我讲华语的时阵，是无共款的一个气质是无共款的一个人。因为我讲华语的时阵吼，足有气质的；我讲台语的时阵，更有气质。哦，对，台语嘛会当真优雅，哦，真有气质。是啊，相对的啦。你讲台语会当讲到安尼足粗残的、足霸气的、足共呛声。迄嘛有本土的。华语嘛会使。嘿啊，刷落来。咱要来介绍的。较有台语气的一寡话。嘿，一寡较有台语开口的迄款言语。啊，咱这台语开口的言语吼，你伫8点档定定看到。对。反正吼，台语开口一出来就是足有气势啦。是啊。你就莫甲我欺负啦。是啊。甲我欺负你就知啦。是啊。哦，来，你先来。车饼。车饼，要安怎车饼？伊应该是爱讲吼，车饼这咱定定听到，就是可能用伫个帮派。哦，一阵的人，搁另外一阵的人。人排咧车饼，是啊，咧饼输赢，对啊，啊无就是吼饼酒啦，饼酒量，饼酒胆，是，车饼，啊无就是吼跋筊的时阵用，今仔下暗要来车饼一个无？我昨输2、3千块互你，今仔日搁来车饼一个，车饼，啊所以车饼甲输赢足共的，嘿，你像我女朋友，输赢啦，我比我较牛啊，输赢，订锅机啊。哦，订购机哦，讲到订购机，我要呛网友。是安怎？恁这个网友吼，我跟你讲啊，讲我台语讲了无好，你若有胆，你就来花市门口，咱一堆伊来订购机啦。哎呀，做侪网友，有当时啊，人甲咱批评，咱就吼接受，啊，较心平气和咧，莫遐生气，是不是？咱真正讲了无够认真。无够好，咱来改进。好，袂当安尼呛。动不动就讲呛，是，对无？这嘛无心理啊。是啊，我是配合演戏啊。温文儒雅，真温和。嘿，温和。性格真好。书生。哈，书生的气质。书文。嘿，对，书文。嘿，好，啊，咱后一个要讲的就是下西下井。下西下井。你莫注意外口底下甲我下西下井。哦，这句话就足歹听啦。是啦，下西下井，这就是咧讲吼，你可能互人感觉足见笑的。对啦，咱会使安尼讲哦，譬如讲，小三来跟我抢红，我就甲伊抢，我甲伊抢讲，哼，你要身材也无我的身材，要水面也无我的水面，对不对？敢甲我来抢红，真正是吼，下井。哎呦，你无看我生个遮水，脸啊个遮大。喂，有一句话啊，你若讲到这，有一句台语啦，腰束、内裤，过来，打成顶扣扣。这你讲较适合，我讲就较歹势。对。下的这个意思，下面主。下面主嚟讲，我的面主唔知要放在地啊。哦，台语下西下井。下西下井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有网友会写夏天的夏，夕阳的夕，景色的景，下西下井来下，这是唔对的哦。正确写法是下西下井安尼写。台语文啊，台语文啊安尼写啦。是。后一个要讲的就是，你给我点去。嘛足怕。林有丁，你给我点去。是安怎？拢我来讲。无你是安怎？哦，你哪招歹啦？我惊死。无啦，嘿，你甲我点去，这嘛是一寡一声足无友善的迄个话啦。点去就叫你莫讲话。点去，点，你给我点。喙合起来。嘿，就是叫你自 Q。
住口。嘿，有当时人店店的会写新个一个店，电机的店，迄是唔对。台语文哎呀，店店爱写一个新，一个舌头的舌。就是安尼嘛。店店，店店店店。对，喙抬起来。对。点点，另外一个，咱咧讲就是有当时啊吼，查某朋友咧互相咧塞奶的时阵，有当时受气的时阵，伊就会讲吼，我即摆巴肚枵，叫你去给我买一个暗顿仔互我食，你拢无要无紧。就是拢无不在乎我啦，无要无紧，都没有真心疼爱我，拢是真心咧甲我疼惜啦。拢无要无紧，我已经甲你讲，我不肚枵讲足久的啊。拢无要无紧。啊，你照常咧拍你的电动，爱你拍。你拢拍电动无要无紧。啊，甲我等你的边啊。无要无紧。嘿，对，甲我当做无要无紧啊。嘿啊。啊，无要无紧哦，这是台语有一个语法叫做 ABAC。哎，就是无要无紧。ABAC， 啊，佫有一寡例子吼，譬如是讲你伤空伤芳啊，伤空伤芳，你工课唔好好啊，做规工就伫遐伤空伤芳。对，咱做人爱一步一脚印，唔通讲咱伤空伤芳吼，啊，要去个软个法律的空芳，啊，要去趁一寡无正当的钱啊呢。是啊，啊，佫有另外一个定用的是无代无志。无哦，我跟你讲无代无财咧，无代无财，无代无财嘛会使啦，无代财嘛，无代财，你靠代财咧吼，代财伊只，无代无财安尼，人看你袂就目，个查囡仔看你袂就目，是啊，爱有代财，吼，啊你拄仔讲是无代无，无代无志，哦，你无代无志啊，变即出嘞，嘿，啊比伫遐咧讲吓惊，无代无志，人吓惊，人是会惊死人诶，嘿啊，无代无志无即出着，啊，佫有定用诶，假鬼假怪，你莫伫遐假鬼假怪，假鬼假怪。那搞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讲歹。系啊，哦，无假鬼假怪。ABAC 的讲法。ABAC 的。对，台语吼，足可爱的所在喎。你用国语就无法度形容即款的迄种程度。迄种尴尬，迄种境界。嘿，迄种讲一讲出来，你就知影我要表达我欢喜。快乐，啊无就是悲伤，想要甲你呛声，迄种情景拢马上互你随描写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后一个吼，手洗牙冠。哦，妈你手洗牙冠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是。这上常常讲的。是啊，朋友甲你欠钱，啊你要甲讨钱，伊讲请你手洗牙冠，佮互他按几个月啊？按几个月啊？按几个月啊？佮我按几工啊？安尼吼。嘿啦，安尼我几工后一定会行你啦。啊，种阮囝毋捌代志啦，毋捌世事啦，无迄种甲你冲弄着，啊，你手洗就了悬吼，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啦，吼，你莫甲伊计较啦，吼，啊，放伊刷，放伊过啊。手洗牙冠，带领啊，你手洗牙冠啊，朋友顶你手洗牙冠。好听，今讲到遮。咱今仔日讲遮济本土剧电的用的这吼，咱有当时也会当用伫生活当中，也毋过有诶毋通用，因为这用出来呛声，迄落迄意味足悬。对，尽量卖啦，歹话尽量卖讲，人讲会做口业，对咱家己嘛无好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你讲台语会咱讲讲安尼足粗残的，足霸气的，足共呛声。迄嘛有本土的。华语嘛会使。嘿啊，华语嘛是。迄是。华语人哎呀，华语啊，迄。加 B 呢吼，小编加。咪啊，你迄是台语呢。哎，对吼，这台语呢。